神 CP 爆勝鰻魚玉子檔，魔性炸鰻魚骨。今次你介紹呢間位於池袋車站西後一出，行30秒左右，鰻魚專門店，食鰻魚玉子檔啊！一共有2層，環境都幾日式，一坐低就可以抽獎，好彩就可以有5% 折扣。除咗鰻魚之外，仲有其他 menu， 呢個真係長知識。爆勝鰻魚玉子檔，我哋叫咗500 gram。哇，你睇出晒煙喎！Itadakimasu，醬汁香濃，新鮮肉厚，試埋隻玉子燒，都真係幾厚。正です。日本小姐姐試食鰻魚嚟講都算幾抵食。喂，炸鰻魚骨，原來鰻魚咁大條骨。嗱，我冇心噶。呢條骨真係越食越上癮，落咗椒鹽勁惹味啊！估唔到你又幾好食，好似有魔力咁。推薦馬肉刺身，馬刺我真係冇食過。食啦！今次走唔甩了，都冇咩怪味，其實唔難食。人生第一次咁就冇咗，我就唔係好識得欣賞，都係鰻魚骨啱我啊！2個人加埋6000yen多啲，いつも。下次再見。